开始段的金钱本。这一集 Maggie，Hello Maggie。Hello，你好，明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港股收市情况。今天收市，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了551点，跌幅2.23%，总成交金额2948亿5000多万。是的，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跟大家深入分析现在市况方面的走势。但的确，对于今天的港股来说，整体的回调，昨天晚上看到腾讯的业绩其实也不算差啊，何止不算差，很多人来说其实看上去非常的不错。第四季度的时候，这个整个收入恢复了双位数的增长，而且增长11%，毛利率啊、营运利润以及这个净利润方面17、21和30个百分比，游戏广告方面也做得很好啊。其实市场方面也觉得云业务收入加速增长这样的一个潜力也非常的大。到底市场资金做了一些什么？昨天晚上我听到有一些的分析专家呢，就私底下在聊的时候就说啊，昨天晚上原来有大手的这个卖出，大手的等着接盘。到底这一些的方向性，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未来这个市道是不是真的以这些的数字为一个契机，还是只是这些的数字只是给散户们看的呢？这个我们真的要请专家朋友们来看一下啊，最好这个无论是散户还是任何那些的投资专家们朋友们呢，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况当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部署。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银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解析一下。Hello Hello，Hello，Hello，美珍好，你好。刚刚说到腾讯的事情，我们就从这儿作为一个起点吧。今天大把东西要说，又有很多的一些的业绩。这一次腾讯方面的业绩出台之後，市場資金的一個挪動，包括中概股方面的一個走動 ，Stella 個人其實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嗱，其實首先地方咧就話係中概股或者係中國內地都係企業嗰個嘅業績咧，其實大家都估計咧就應該唔係差得太緊要嘅。咁所以咧，你話啊騰訊公佈嘅業績出嚟嘅時候咧，都有雙位數喎，但係佢唔係講緊好似以前最旺最犀利嘅時候咧，講緊係幾十個 percent 嘅增長噶嘛。咁佢而家11%，咁但係都好似大家都即係預期咗咧，就話係喂咁佢11%，其實都唔少喎。即係而家以好多嘅企業咧講緊可能要虧損啊，就算係有錢賺都好嘅話咧，可能得個2-3%啊，4%咁樣樣。咁有雙位數其實已經係好好嘅事情。咁但係咧，當然我覺得有兩方面啦。第一咧就話係大家覺得咁即係而家始終騰訊呢啲嘅企業都係當做喎，11%好似我要求應該係多啲噶嘛，同埋以前係好犀利噶嘛咁樣。咁第一有呢一樣嘢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近期嗰個嘅炒呢一個嘅科技股。已經係炒得好犀利啦，即係啲股價都已經係升得好多啦。咁我覺得都係嗰句咧，就係包含 Roman 即係我 jet 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就咧，咁你有啲嘅平倉盤出現咧，我覺得係唔出奇嘅。同埋見到今日啦，港股跌咗幾百點嘅話咧，你話係咪真係個跌勢嚟啊？其實唔係跌勢嚟㗎，點解就升咗咁多嘅話咧？咁你啲人覺得哇賺得唔少咯喎，或者即係短個零月時間升咗成幾千點，成6000點嘅咯喎，咁應該都平一平倉先啊咁。咁點解咧？其實你會見到嗰跌咗幾百點咧，其實真係一啲嘅平倉盤嚟啫，並不是大家睇淡後市。咁所以整體嚟講話，見到騰訊啊啲科技股實咧，其實都有呢一種嘅方向喺度啦。如果看到真的是一个平仓盘的话，哇，今天比亚迪又逆势上升。其实这一轮很多时候都是大势方面在调整，在下跌，比亚迪方面都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弹。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比亚迪所有的我们说市场方面的一些价格也好，研究电池，包括最新大家都非常进行多一些的比较啊，这些的图在网上已经非常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亚迪现在目前会不会已經超出了市場方面的一個預期啊？我覺得比亞迪咧，其實係佢有嗰個嘅大家有預期佢嚟緊個發展咧，都會繼續向好嘅，即係始終都係當造啦，就係佢嘅行業嚟講嘅話。對。咁但係咧就話係即係始終電動車真係多對手噶嘛，即係真係多競爭者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大家又會一邊廂又會擔心啦，就話係咦話咁多人即係都係去行家同佢爭嘅，同埋嚟緊嘅話咧，你知道咧，同埋一個行業火嘅時候咧，好自然咧就有好多嘅人咧，就有好多嘅企業咧都會覺得就我都染指呢一個嘅方向或者染指呢個嘅行業先咁樣樣，咁所以咧就預期嚟緊咧會更加多嘅一啲嘅
競爭者喺度。雖然就話比亞迪已經係即係一間已經係好屹立不倒嘅企業啊，已經咁大間啦，擔唔擔心啊咁樣樣？咁其實講緊句，永遠都係長江後浪推前浪，你唔知道幾時有一個哇，即係一間本來好似唔起眼嘅公司突然間跑上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喺現階段講話咧，我相信佢嘅前景都係 O K 嘅，不過咧就大家都有啲嘅擔心咧，就話係死啦，中國內地嘅經濟狀況係咪真係繼續向好嘅？會唔會係跌跌蕩蕩啊？咁會唔會有競爭者走上嚟上邊啊？即係好多嘅擔心咧，好似就喺度刺激到，令到大家唔係太願意咧係過分地追捧咯。是，昨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很多人就是看了一晚上的这个小剧本啊，这个关于这个百度方面，不能说是剧本啊，因为但是这个是让大家吃了一晚上花生的一件事情。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百度其实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前呢，反弹了一小轮，这个市场也觉得哇，这个等了那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百度的一个上涨啊，市场觉得会不会守得云开啊，真的是见月明呢？但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一些的危机公关或很多事情的一个爆发，让这样的一个本来很具有发展潜力的一个 AI 领域的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当時大家也覺得是一個巨頭，現在面對這樣的一個風險，您覺得這一次的股價調整會不會只是一個開始？我覺得可能就話係短期一個嘅調整嘅開始嚟嘅啫喎。因為你始終你諗下百度過去咁多年咧，真係，大家都等到冇乜心機嘅，根本就已經係，咁啊終於就精神上面啦，好開心啦咁但係又真係太急喎，即係佢一係咧就喺單位度陪咗好長時間長到咧，大家都已經忘記咗有呢間企業啦，咁但係當佢上升嘅時候咧，又真係太急，可能就話之前咧係大家覺得即係好想等佢呢個嘅上升嘅機會嘅，一見到佢升嘅時候咧，就個個都入市走去即係抄底啦，希望就溝一溝貨咁樣樣。咁所以到而家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出現一啲咧係，低位度買嘅，賺咗都唔少啦，係咪先？咁點解就好多都會可能即刻 Alex 就平倉啊，又或者就將低位賺錢嗰啲時候咧就平一平倉先啊咁。咁啊始終即係無論係大方即係大圍啦，或者係整體自己即係百度嘅企業嗰個股價啦，都係有個令人大家就話擔心就係會唔會短期係見咗頂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出現一啲咁樣比較大啲嘅調整係好正常啦。在這一輪的業績當中，我們看到香港本地不少一些的股份呢，其實公布了他們的一些的成績表啊。這一輪像比如說今天恒基方面就全年虧損擴大到1.25億，市場方面其實也比較看待現在目前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地產行業的一個發展。撇開就是最近發生的一些的事情以外呢，其實如果真的看到行業的一個走勢以及資金現在對於香港地產方面的一個期待，您覺得這一類整體的一個行業發展會是如何呢？香港嘅地產咧，其實而家就因為跌咗，其實都唔少啦，即係已經唔係最高價嘅時間。咁所以咧就眾說紛紜嘅，有人睇得好淡啦，覺得就話係而家可能仲要再跌多30%啊，甚至係跌咗50%啊咁樣樣。有啲我覺得地方就話係，即係始終你見到個租金升咗，即係都升咗上邊啦，根本都唔會跌嘅，即係越嚟越升得緊要嘅話咧，嗰個嘅回報又少喎，都有成4厘5厘唔同之前講緊係即係最高嘅時候就得2厘啊3厘已經好盡㗎啦咁樣樣。咁點解個回報高咗嘅時候咧，又見到話美國減息咧，咁大家有個憧憬喺度。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咧，就話係你見到政府即係特別就係之前公布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咧，其實你都見到香港政府咧，其實唔打算咧係去托住個樓市嘅，即係就話唔係喎，佢話將呢個400萬樓下嘅一個印花稅減到100蚊嘅，呢個只不過嘅地方就係激活個樓市啫嘛，唔係激活個樓價啊嘛。即係兩樣嘢㗎，你將嗰樣嘢實咧個 turnover 咧係快轉啲，同埋你係將嗰個嘅價錢咧係托高係兩樣嘢嚟㗎嘛。咁所以你見到就係政府嗰個嘅取向咧，就話係繼續都會係有即係好多嘅新樓咧係會出嚟啦。咁但係咧就係希望即係你激活嗰個嘅地產嗰個嘅換樓嘅情況，即係純粹係個行業係輔助嗰個行業啫。咁但係個樓價咧係唔會上升嘅，因為有新樓不停出嘅時候咧，樓價係唔可能咧係會上升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自己睇嚟講咧，就話係既然個樓價嚟緊嘅話咧，
最多咪唔跌咪橫行咯，都唔會升嘅話咧，咁你見到啲地產發展商咧，其實都幾難咧，係會即係再賺大錢。咁有啲直情係可能高價去買地啊、起樓嘅時候咧，咁根本就係冇錢賺，可能仲要有虧損嘅情況發生。你見到佢咧就話好似即係旺翻少少咧，就死煩即刻咧就係推啲樓出去出邊賣，就知道佢哋咧係好想甩身啊，根本就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你話地產股咧，其實喺嚟緊一段時間時候咧，我相信咧都會借一啲嘅外圍嘅消息啊，各方面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咧偏遠嘅走勢。即使係反彈嘅話咧，都係大家應該趁反彈沽貨咯，即係或者趁反彈平倉，而唔係話咦我見到佢低位回升翻喎，係咪上升啊？即係入翻嘅話咧，我覺得就呢個就唔可以咁樣咁奢望咯。其實很多人把這一些的希望放在了一些我們說高息穩定的一些的板塊，說到像電訊，最新看到中移動方面的一個業績，公司呢在收市之後公布了去年純利按年升5%啊，其實這個成績呢，市場方面雖然看到有所調整啊，這個股價也下滑了1.4%左右，但是這一次派末期息大概2.4毛9左右，您個人其實覺得對於像這個行業方面的一個業績啊，也包括在未來 AI 方面的一個發展，其實他們穩中上揚的步調根基有沒有改變？AI 方面嘅話咧，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喺呢一個板塊，其實係無論係香港啦、中國內地啦，或者係外國都好啦，你會見到佢哋都係去推動呢一樣嘢，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就話係呢一樣嘢 AI 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幫助咗好多嘅企業佢哋嘅營運發展啊，或者係將間公司去擴充啊、擴大啊，或者係諗多啲新嘅出息，其實咧都係好靠嘅。咁而家其實好多都係諗啊 AI 點樣去賦能啦，又或者就話將佢哋自己行業嘅時候咧，就賦能加上 AI 上邊嘅時候咧，就能夠係可以發展。所以呢個咧就話都係一樣，就嚟緊嘅話咧，只要諗到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大家即係會 channel 啦，同埋就話係咦登一聲去睇下，我呢間公司係咪有前景咧咁嗱？但係因為今時今日已經唔係早2年前，就係大家覺得就你有 AI 乜都唔理啊，就即刻入市去買貨。咁啊，而家就大家就會睇呢一個 AI 嗰個嘅賦能咧，究竟其實幫助到幾多先，同埋就話慳到嗰個成本。嗱，當然咧就係開頭嘅時候未必會慳太多，但係中長即係講話咧一定慳到噶嘛，慳到幾多先？咁能夠幫唔幫助到個企業咧有一個嘅業務嘅增長，而又將個成本降低，咁你先至有效果噶嘛。如果你話就成本純粹慳咗成本啫，但係咧個業務增長咧又唔見得有好多嘅，又或者調翻轉頭啦，成本慳唔到喎，特別喺而家開頭嘅時間，最多咧就幫助到一啲嘅業務增長即係咁。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大家未必會收貨咯，就係一定要就話係成本慳咗之餘嘅時候咧，業務有個增長嘅時候咧，大家先至會係睇好咯。在接下來看到美股之前，我們再問一下有關於 Stella，您個人覺得內銀方面如何？下個星期五28號，工商將會公布他們的業績，很多人覺得，內地宏觀經濟啊、內房貸款的挑戰啊、內淨息差的壓力之下，很多人都會覺得這一次今年這一份的報表可能表現得比較中庸。您個人會怎麼看？今年始終中央呢，其實比較大的一個提振力度都放在了提振內需或者說整體的一個消費方面。那銀行其實也做了很多配合性的工作，整體的貸款跟市場流動性等等。您個人覺得這一次內銀會不會也在第二輪的上升浪當中擔任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我覺得內銀上升嘅話咧，佢又未必真係喺中央喺度話要即係有好多嘅政策去支持嘅內需啊，或者係一啲嘅發展啊。因為大家諗下就話係而家講緊內地好多嘅企業咧，都係比較缺水嘅。咁佢哋要即係發展嘅話咧，好自然地咧就要問呢個嘅銀行就去貸款。咁你其實喺現階段嚟講話，雖然就係之前都講過嘅，就話係喂最壞時間過咗啦，最差嗰啲企業都應該即係要倒閉嘅都倒閉咗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過去2年嘅時候咧，嗰個嘅發展即係嗰個嘅反彈咧係不如理想嘅。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始終特朗普係今年1月先至上任啦，上任之後實咧已經係搞咗好多嘅動作。咁哇，搞咗佢4年喎，你真係諗下嚟緊嗰3年零
7個月嘅話咧，三年零呢個9個月嘅話咧，係點樣去即係處理佢嗰個嘅鬥爭啦？例如地方就係不停嘅收個國家嘅關稅啦，咁同埋就話佢會唔會有引起一啲嘅地緣政治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會令到咧好多企業咧，可能係一個嘅即係嗰個嘅企業嘅盈利啊、增長啊，可能會窒礙到。咁而如果窒礙到中央又想銀行去貸款俾佢哋，咁而佢哋未必能夠可以還到錢嘅話，咁你諗下，即係其實會出現一啲嘅問題。咁當然啦，就我哋呢啲可能會稍微長遠少少，即係同埋就話中央嗰邊嗰個利要銀行嗰個利息咁低嘅話咧，銀行即係啲企業未必會還唔到錢嘅咁，即係呢個係向好嘅諗法啦。咁頭先我睇過啲就係向壞嘅諗法啦。咁呢個係起碼而家呢一刻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應該會有幫助嘅，即係中央出好多政策出嚟嘅時候咧，係撥個事實嘅話咧，銀行自然就會係受惠㗎啦。咁我覺得短期嚟講話咧，可能個股價會繼續有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咧。但係中長線嚟睇話咧，就要睇翻我頭先所講嘅嘢啦。究竟佢係向好嘅諗法啦，定一個向壞嘅諗法咯？那麼看到在美股方面，昨天晚上的這個美聯儲的這個不會降息的這個，並且點陣圖也是顯示決策者今年只會降息2次，這一個決定呢，其實影響到了整體的一個美股的一個走勢。那麼我們首先就只看美聯儲的這個決定，現在很多人呢覺得點陣圖顯示有鴿派的這個跡象，並且整體的我們看投資者方面呢也是相信美聯儲是一個鴿派的一個情況，但是當然有很多的人也是並沒有清楚的去了解到鮑威爾接下來的會有一個怎麼樣的減息的一個步伐。那您覺得這一次的美聯儲的議息有沒有透露什麼樣的消息呢？嗱，其實佢講嗰啲嘢咧，係大家都預期咗嘅。例如地方就話今年咧係稍後時間會減息2次啦。第一地方就話係琴晚冇喐個息口，呢個大家都預咗啦，因為由頭到尾都講過，方就話係5月份或者6月份咧先至會減息啦。咁得琴晚嗰個嘅唔喐息係預咗嘅。OK 啦，跟住話今年咧會減2次息嘅話咧，其實之前都預期咗嘅喎。只不過咧就話係近嚟即係近月以嚟嘅數據嘅時候咧，係令到大家有個揣測，就話琴晚美聯儲議息完之後咧，鮑威爾嘅説話會唔會同之前嘅講法係唔同咧咁樣樣？咁但係既然而家係同一樣嘅話咧，咁大家就冇乜懸念喺度啦。咁但係都有句咧，就話係你今年稍後時間減2次息，而家先講緊3月份，下一次就5月份同埋呢個嘅6月份去有議息會議啦。咁究竟係呢兩即係嚟緊嗰個嘅一啲經濟數據係咪能夠令到美聯儲就喺結中嘅時候開始減第一次息咧？未必，可能去到第3季先至有呢動作都唔出奇。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早排上個禮拜美國公布一啲嘅數據，顯示到市場啲人睇咧，明年美國嘅通脹會升到上去4%以上。咁如果真係嘅話，咁其實美聯儲唔應該減息嘅喎，應該要即係加息嘅喎。咁佢又點樣去處理咧？係最後會結果係今年全年都唔喐個息口啊，定今年係繼續減息，但係有機會出呢個滯脹嘅問題咧咁。所以我覺得就話中長線嚟講話咧，其實有太多嘅變數喺度。但係既然就話而家佢講嘅説話，佢做嘅動作，同我哋之前係預期嘅係一樣嘅話，咁我哋就信佢先啦。即係今年真係會減2次息，咁就年中開始減息啦咁樣樣咯。那麼說到其實變化不僅僅是美聯儲的這個變化，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但是整體大家對於特朗普關稅政策呢，像昨天晚上會議的時候都是非常的擔心的，包括其實鮑威爾也表達了他對關稅的一些擔憂。那麼您覺得這樣的一個關稅政策會對整體以後美國的經濟增長會有一個怎麼樣的影響呢？因為其實大家的這個觀點還是很不一樣的。係嘅，冇錯嘅。咁你諗下就話係佢收嗰啲嘅關稅咧，你諗下佢而家所收嘅關稅咧，除咗中國係加徵咗關稅啦，咁你其他嘅譬如加拿大啊、墨西哥嗰啲咧，就係喺下個月開始啦。咁但係唔係淨係呢啲喎，仲有歐洲啦、其他地方。咁但係唔係淨係單方面㗎嘛。
即係你唔係淨係美國就話啊，我加徵你哋關稅啦。總之你進口嚟我哋國家美國嘅話咧，我就會加徵你關稅。咁人哋都會做一個嘅反制嘅行動噶嘛。咁你諗下係咁講緊，即係話係以後咧就會係美國就加徵人哋關稅，跟住歐洲又加徵翻美國嘅關稅咁樣樣。咁你其實將成件事情提供咗，其實呢一種嘅做法咪就係等於譬如加息減息咁樣樣啦。美國減咗，即係其他啲國家唔減嘅話咧，我即刻拉闊咗嘅。但係美國減咗1/4利息嘅話咧，其他國家又減1/4，其實條數一樣嘅啫，冇分別嘅喎，根本就係咁同而家關稅一樣啦。就話係美國要加徵人關稅，如果人哋加徵翻去嘅話咧，咁其實條數係拉平咗。不過話就話係拉平咗，睇嚟好似拉平咗，但係事實就係會窒礙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咧，佢哋嗰個嘅部署，因為你加徵關稅，大家即係唔會知道就話特朗普下一個月又想點樣做，再下一個月又想點樣做，咁究竟個情況會唔會係惡化嘅時候咧，突然間又會係延遲咧？又或者就話係我加徵就關稅啦，好多企業咧就焗住咧就係可能個出口要少咗嘅，或者出口去美國嘅地方係少咗嘅，咁邊個國家嚟去填補呢一個嘅缺口咧？咁揾到未咧？咁同埋啱唔啱佢哋嗰個嘅產品咧？咁呢啲都係而家好多嘅企業咧，企咗喺度都唔知應該點算。第一就話係太混亂啦，特朗普即係有時話加徵關稅，但係突然間又話延後，咁你唔知佢究竟係延到幾時？第二地方咧就話係等佢嗰個部署，即係企業個部署應該點咧？係我將唔再理出口去美國嘅啦，或者就直情係全心全意地咧，就將啲出口去其他國家，咁其他國家接唔接受咧？咁我覺得就係呢啲令好多企業咧係好窒礙住佢哋嗰個發展，咁亦都令到咧美國嘅經濟狀況咧會有一個嘅下行喺度咯。那麼最後還有2分半的時間，也想請教一下 Stella。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這個美股的軟件以及科技股的市場表現都非常的不好。但是不過在現在一段時間的一個跌幅之後呢，大家看到整體的一個行業的估值已經趨於一個合理的情況了。很多人都覺得下半年有可能會迎來整體的一個科技股、美股科技股方面的一個轉機，尤其是在像是黃仁勳說了，在接下來可能一段時間幾年之內呢，整體的一個市場對於 AI 的Generation AI 的一些需求呢，都是非常的旺盛。您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有沒有可能說是接下來在下半年，科技股仍然能夠恢復像之前，稍微比較好的一個漲勢呢？首先第一地方就係我哋見到近期美國個股市向下啦，即係譬如道瓊喺45,000點水平跌咗落嚟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美股跌嘅時候咧，港股同埋中國內地嘅股市係向上嘅，明顯地啲資金就係出咗過嚟咧，就係去買港股同埋 A 股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頭先講啲科技股嘅話，會唔會係可以即係我而家啲個股市跌咗落嚟咁多咯喎，咁好似抵買喎。咁但係問題分就係頭先講，就係如果啲企業咧嗰個嘅嚟緊個盈利咧係減向下嘅下降嘅話咧，咁其實咧呢個價錢都係唔抵買㗎，都係值得係向下㗎。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而家都要睇就係美國嚟緊嗰個經濟狀況咧係平穩地回升翻咧，定係平穩地向下咧？咁第二地方咧就話係中國內地出嘅啲息呢樣嘢咧係打冧咗美國嘅科技板塊啊嘛。咁究竟而家嚟緊美國會唔會制裁中國嘅一啲嘅企業啦？科技股嘅企業啦，咁呢啲全部都會影響到個股市咯。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華林東方證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的分享。剛剛提到個別股份，您個人持有嗎？冇持有嘅。OK，Thank you Stella 的分享。那我們下一次再會邀請您為我們詳細地講述一下港股以及美股的走勢。謝謝 Stella，我們下次再見，拜拜。謝謝，拜拜。拜拜。